好，来继续来看副总统赖清德最近的声量甲形象拢袂歹，这嘛互民进党内主办着各场公投说明会立委抢要爱赖清德，甚至来传出讲，这北部有立委不爱苏贞昌，只要赖清德。立委何志伟马上跳出来替苏贞昌送温暖，讲无可能有这个代志啦。伊讲伊本身就真欢迎苏院长。 恭祝保生大帝圣诞。副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来到台北保安宫，目前传出民进党公投政策说明会，有北部立委拒绝行政院长苏贞昌来参加，敢若欢迎赖清德，敢若有一寡互相比拼的气氛。身为副总统，也有责任去帮忙做说明、做宣传。对党内有人拒绝苏贞昌参加说明会，立委何志伟随来上温暖。是谁拒绝苏院长呢？这个不太可能啦。我个人是极度欢迎苏院长来到我的选区，那他能够来，我会很开心。哇，帅不帅？赖清德唔但伫说明会担任重要的角色，嘛和美国、英国在台代表做伙被阿里山展现外交实力，敢是咧为总统接班做准备。背后的意义呢，就是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。自赖清德的话，会使看出伊和其他国家外交的好关系。另外一边，和党内2024年总统的热门人选郑文灿，敢若嘛开始伫暗中互相比较。